这座古城呢，在1995年，来看一下这里啊。1995年的时候，它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双非遗遗产名录。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人文景观了，僧侣布施，僧侣布施。来，朋友们啊，来我们看一下，他们光着脚，每个人都不穿鞋子啊，都是不穿鞋子的。第一个代表着虔诚，第二个，它也象征着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就是慈悲僧，是不是？看一下啊，长长的队伍那么多，是不是？来，家人们哈，跟着我的镜头，然后呢，大家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你看还没走完，一直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哇，这边还有啊，还有那么多人，我的天呐，看一看啊，这边还有密密麻麻的排满了人啊，他们会沿着这个街道啊，沿着这个街道一直走，一直走。来，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你们不要离开啊！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到了香峰寺门前的这个僧侣布施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场景，这个现场给大家现场实景直播啊，现场实景直播。来，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著名的一个双非遗阵地，叫做琅勃拉邦。琅勃拉邦，现在就是一个古城区啊。现在就是一个古城区。来，我们看一下，他们走过来了。